来乡亲啊，过来看这个家人一个邮差，早上挂号批到立德路一间面体，也毋过无拄到厝主，锁互因所饲的迄只狗，甲手指头啊夹断。这个邮差是疼假，赶紧走到附近的学校喊救人。啊，讲这只狗过去都有攻击过路人的记录。好了，闯祸了。 东部所人员大声话，黄狗哭哭伫咧吠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迄家就会送批的手指头发夹断去。帮我拿一下冰块。警察伫咧巷内底找到断去的手指头发，请附近的学校警卫啊协助提冰角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透早10点外，送批当时到立德路巷仔送批，过无偌久就走去对面的学校警卫室求助，两只手电条条，疼甲裤伫咧涂骹。因为它整个指甲肉都被它咬掉了。 所以说，其实，在校园附近有这种情况，我都觉得是很。那如果他冲出来怎么办？要很凶吗？很凶。时常咬人，时常咬人啊！现场家人看到断去的铁链啊，壁倒冒真侪火，送批送挂号无拄到厝主，颠倒去狗仔家。那这只黄狗过去就捌真侪摆攻击书生和青份人。那我们特别去。 审慎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哦，所以我们会寄出15000元最高的罚款。那因为该犬只当下还是在巷弄内持续的徘徊，所以我们有请同仁到现场去把犬只带回收容。东部所讲，这一边的事件已经明显违法，后续会请主人到案说明。狗仔未来出入公共场所，嘴嘛拢爱弄头发，避免同款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